虽然疫情稳定控制，不过防疫却一点仔拢袂当放松。特别对着环境来讲，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拢持续需要受到防护。所以，淡市普林西主会第二员陈义丁、警委会北区办公处主任李耀佳的媒合，结合力保保险柜、陶氏建设公司共同捐赠一批酒精、防护衫等上届适用的防疫物品。全力支援第一线辛苦的环境，最后由分局长李明昌代表接受中评为信。分局在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分局所有的警察同仁们全力以赴、无私奉献的投入我们各项的防疫工作，还有维持社会稳定。然后我们国际狮子会，我们用捐赠的实际行动来为我们第一线的人民保姆们做加油打气。今天场面特别盛大因为除了咱感谢我们的博人狮子会感谢我们现任林会长还有我们的胡会长给怡珍这个机会然后把这么好的物资、这么棒、这么需要的防疫物资来送到我们分局所有同仁的手上以外。刚好今天这个时间说也要一起欢送我们的分局长选伫西主会甲警友会捐赠物资的同时，因为第5副局长将转任第5总队主任秘书，所以会长分局同仁甲警友会先摆一方面恭喜歌声，嘛唔甘遮尔好的长官离开。副局长面对大家祝福，也是满腹的感谢。感谢，我感谢咱博人狮子会咱苏董事长、吴董事长，咱各位师兄，感谢领导今仔日来捐赠阮这个防疫物资。虽然即摆疫情较缓和啦，但是嘛袂使讲掉了信心啦。所以这批防疫物资，不仅讲会当确保阮同仁执勤的安全，对着各同仁这个身体健康，有更加的保障。副局长来来去去，毋过如何互基层环境无后顾之忧，伫第一线守护市民安全，民间企业甲职工出钱出力，拢是无变的后盾。但新闻军及采访报道。